云的方言别特别多，我有发现。对呀，对呀，所嗯，以我觉得还有那个扎鲁假如什么发作，假如扎发作，鲁发作，他们就是对，说在路上的那个已经掉下来的，已经不是在天空的，有可能是假如假如假如发作，发作，有可对能啊，但是我都对对对，没错。没有听过，可是我们那边都叫做欧啦，都叫其实老师那个云哦，在地上叫做雾了，在山的中间叫山岚了，在天空叫对呀，云了。中文也是一样的东西，它也是不同的讲法。对，所以应该我们多几个来求证一下，来辩证一下那个到底要怎么说比较好。哎呀，理现象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哎，只是高度不。好，对啊，老师，你不要等了哈，老师你要开始。好，哎，那个，你好，哎，老曼，好嘿，的，哎，哎，马里盖老师上线了哈。对对，嗯，我刚哇，恭对，喜大家，嘿嘿，发财，哎，恭喜大家，新年好，这样哦，新年好，今天好，还有啥？小白老师没关系，那我们就你先开场，我们就开始了哈，我们好。就慢慢。好的，hai sa tapang to kita ami saupo to kafanaan no mita sana sano ami say at sa tiyaw 啊，to palatililan sa kami，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提供一下你在部落里边的那个话也好，或是听到的也好，也都。小问题今天都也的，今天晚上呢，我们希望大家尽量的提供大家所听过的，而且也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把它集中起来哦。也马上当然那么不要客气，直接跟我们在线上联络这样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喽。哦，开始上课。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饿了。哦，哎，上个礼拜没有完成哦。还没有。对对对，嗯，哎呀，我饿了，就是你们的咖喱，或是叫什么？哎没有那呀，个甘地是那个的了，那个巴沙瓦利的了。哎呀，还暗的哦。哎，我记得高秋兰老师也跟我讲说，饿的。哎呀，嗯，还有那因为你个看我们今天呢，什么，老师大师，你们看，上次其实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大自然，我们现在目前是讨论到第三云嘛，你去看，哎，哎云哈。哎，哎，你们的画面好像还没有变哦。没有变，没有变，没有变。网络真的，网络比较慢。是哈，而且好，没有关系，那个甘，你的说话有时候断断续续。应该是网络的关系啊。对啊，网络比较慢。对，嗯，没有了。好的。凯明那边的网络可能塞满了啦，啊，有可能哈。太多好，了。老师你们看好，有哦，了，现在有了哈。哎，我们哎呦，上个礼拜啊，各个老师们提供的各个方言别的云啊，哈，包括南市的哦，到恒春的哦，就是以上这7个哦，你们看一下哈，从嘎fit、古邓、欧奥、扎鲁发作、都扎 hit 哦，总共7个。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根据那个这7个大自然的现象，我们阿美族人碰到这7个
其实只有一个啦，就是碰到云出来的时候，上个礼拜讨论的是会产生这个画面有动了会有下雨，还有阴天、打雷、起风、倾盆大雨、梅雨季节，然后还有加上人类的反应，有3个好，可以看到好，那我们就根据第2点跟第3点，我们继续延伸就是大自然的现象跟人类的反应。以上。好，小帮我拿一下，刚才那边那个大自然的现象那边马多就是其实是阴暗的意思呢，就是那个云遮住月亮啊，阴天了。阴天不是概念吗？那个自然现象那边马多对不对是那个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就会阴暗了，不是阴天所以它不是那老师阴天怎么讲？阴天跟我也蛮难的，有没有人知道？提供一下。过卢比埃是吗？因为那个云在空中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云会遮住太阳嘛，那时候就会阴暗了。那是形容那个空间会阴暗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鲁恩当成阴天的意思，是不是？鲁任可以吗？鲁任。可以呢鲁任可以小白老师，你看那个现在那个画面，你看一下那个蔡宗涵的字典。你看它里面有阴天跟昏暗有云彩，跟你解释的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昏暗。所以应该是有方言别的问题，就是说马读有可能是阴天的意思。也可以这样子形容应该类似啦，因为你云遮住了太阳就是阴天，没错啊。对，也是没有错了，阴暗也是也是阴暗的意思了。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鲁任。马鲁任马多DODEM。高秋兰来咯。高老师提供一下意见。我们两个要阴天。鲁任，是不是这个字？鲁任。马鲁任是这个字吗？它的字根是鲁任了，字根是鲁任了。所以那个马里克老师，我问你，鲁任意思是阴天的意思？没有错，也是阴天的意思。这个有通常都是鲁任通常都是受到那个黑云遮住天空的时候，就变成是有一点带阴天的了。鲁任。所以马里克老师，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乌云遮住了太阳吗？是这个概念吗？也对啊。也对啊，也对所以会导致昏暗、光线模糊嘛。所以你这边的意思也是解释成阴天这样子。是 OK。好，那目前马多恩跟马
属圣都是阴天的概念嘛，哈 ，OK 哈。可以。还有没有？没有。还有上一次我讲的有一个叫那个现象嘛，哈。对。现象。阿勒性是露水啦，哦，有哈。露水啊，露珠啊，露珠啊，露珠啊，在草那边啊。它应该比较像是那个什么，等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的现象，太阳。对，它是太阳的，那个反照的那个现象了，阿勒性。对了，应该不是那个云出来的时候的现象嘛，对不对？不是，不是。那是一大早的时候起来哦，那个要去工作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要穿那个打扮了？因为那个裤子都会湿湿的，那个草露水啊，对啊，阿勒性好了，阿勒性，对，那个应该是我们上次有分出来啊，老师你看了，我跳到那个太阳的地方。不一定太阳出来的时候，一大早就有露水啊。那是那个谁，那个李进兴不是讲说，有时候会很凉的那个什么，回家的路上，有时候那个有一层雾啊，经过脸上的时候，它留下来的东西就是那个阿尔信啊。掉到那个草丛里边那样。一般老人都会讲说是我那个我屙了，如果粘在那个谁，上一次那个李老师就是讲巴鲁发素佛，对，在地那个掉到地上的时候，掉到地上的时候，到草丛里边就会有那个露珠啊，变成露珠啊。那个阿勒性啊，我们叫阿勒性嘛，露水露珠，对，因为那个阿勒性哦，以前那个谁，把奈卢木有在讲啊，以前我们没有做那个酒啊，不会做啊，所以呢，他用那种那个什么巫师用那个露珠收集起来要治病啊，就当做酒，后来才有酒了，以后才用酒啊。他说那个时候最早以前都是用那个露水收集起来放在那个叶子上面，就是帮那个病人治病啊。阿勒辛，以前是这样啊。对，所以老师，我现在想要厘清的就是说，你讲那个阿勒性的话，是你们看到云出来的时候，会联想到阿勒性这个逻辑吗？就是说，还是说是清晨的时候才会看到？早上要去工作的那个。所以老师，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那个啦，应该跟云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你的声音断断续续哦，海明。我是说，是不是应该跟云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比较没有。云没有。对了，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阿勒性之前太阳的力都讨过了，我就那个云出来的时候会有哪一些那个什么现象啊？我们来跟比如说下雨啊、打雷啊、阴天啊之类的类似这样的概念。OK，还有吗？就是说，
对，会比较贴近那个云出来的时候的现象。它的心哦，还有一个那个云遮住以后变成下雨，对不对？有时候倾盆大雨嘛，那个滴到地面的那个雨水啊，那个叫做什么呢？索尔，索尔，索尔，没有声音了，那个刚刚提到，你的声音断断续续了。我的声音断断续续哦。而且对，听不到。哎，怎么会这样子？我这边那个我的网络呈现是4G 的状态呢。有时候很好啊。哎，现在好了啦。现在呢？继续。现在可以哦。可以。现在可以。对啊，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索尔，有没有？李老师怎么拼？索尔，对，索尔，这 L， 对。哎，没有这个字呢。等我一下哈，我用那个秀姑兰的字典查一下。哎，它中文意思是什么？那个是雨水了吧？水滴啊，雨滴啊，滴到底上，水滴啊，水滴啊。哎，雨滴哦，它这边反而有写另外一个叫德拉努欧拉德拉，有这个字吗？对啊，有啊，德拉是滴呀，滴下来啊，雨滴啊，我德拉，那个索尔是那个雨水掉到地面以后啊，变成水嘛，它会流到那个水沟那边啊。那个水有没有？积水了，积水。雨水什么？所以索尔是雨水哈，算是雨水啊，比较接近了。哎呀，没关系，我把它写上去，应该是查不到这个字。索尔，索尔是一种，比如说田里面哈，它不需要这么多了，然后慢慢渗出来的这些水，或是流出去的水，那都叫索尔。哦，老师，你这样讲是说田里面的，它是从地面下渗出来的水哦？不一定，就是它下雨之后呢，水很多嘛，然后流出来的也是渗出来的那些水都叫索尔，然后下面的人接住了这个水，那个水就是索尔。所以中文比较贴近的翻译，老师你觉得怎么翻比较好？是雨水啊，比如说啦，哎，我讲一个啦，比如说那个我们的那个房子上面对不对？啊，下雨了，现在已经滴出来了，对不对？滴到地面了，都会流到水沟嘛。哦，那个就叫索尔啦。哦，我那种都算了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对啊，从屋檐下这样滴到下面以后，那个会一直流，整个地面都是水嘛，它会流到水沟啊，
啊，它会流到同一个方向，对，那个方向流出来的水就是水后了。哦，海明，你给他写水獭，水獭，水獭，哪个踏？水獭，水獭，三点水在一个上，水獭，三点水在一个那个上，不是那个踏，三点水哦，然后那个上好的上，上好，尚可的那个尚可那个尚，水獭，雨踏，对了，雨踏。我们国语有我们国语有这种字吗？这种我第一次看到呢，雨踏。三点水在一个水上可的上，如果有踏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没有呢。淑美老师好。最后了，我说三点水在一个上可的上啊。这没关系，我用过孤鸾的茶哦，你打那个它其实没有你讲的事。好，好，这样一下。这个字。慢点。像这边有没有水滴？溪水，米老师，那我问你，我们云的话，是不是族人？我们现在看人的反应比较好了。有提到这个。好的。不然你们怕洗嘛，都会走在打炉岸嘛，所以会有3个动作，一个是剥花生，一个是拍打玉米。一个是制作工具，还有没有别的？喂，你高位打不过啊，慢，高位打不过，你高位都打不过。哦，所以老师我们阿美族人躲在打炉岸的时候，就会那个八卦网是吗？对啊，也会做啊，你高位都打不过了。还有没有？就是编织八卦网嘛。还会做别的事吗？阿美族人会不会那个啊？就是我们那个云出来的时候，就跑回家里躲起来睡觉了。睡觉一般都不会了，除非没有什么事，不会了。很努力的工作呢，下雨天。所以下雨天还会持续工作，只是躲在打炉岸里面工作嘛。那除了剥花生啊、拍打玉米、编织八卦网，还会做什么？制作一些需要的工具啊，比如说像本机啦、竹编的东西啦，就是制作相关的器物，就对，大部分都是在做那些。为什么他们的东西都那么精致？就是因为都在那边要做，就是做那些相关你需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慢慢的编了。OK， 有时候是雕刻啦，有时候是什么都有，好不好？尤其是做农耕的那个工具哈，
犁田的啦，或是什么要补墙的，都是做这些了。OK， 老师，你讲的是不是就是米桑啊杜萨嘎萨芬曼是这个概念吗？对，就做工具啊，看他需要的是什么，大部分都做农嘛。哎呀，老师，我们下雨天不是还是会去田地里面捡野菜、捡瓜牛，不是会吗？也会啊。也会啊，他看他的工作的进度啦，他大部分都是有，哎，我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总花起来，他们大部分都是做工具啦，或是采野菜。要采野菜的话，也有采野菜的那个，编工具的话，米独立哦。雕刻的话米多对，雕刻的米多，米多，米wig，对，wig，编织，wig，米多对 ，wig WIG，对，wig。另外一个马里盖老师说的是什么？对，看看雕刻啊，这个是雕刻的意思啊。马里盖老师，你讲一下雕刻这个东西是每一个部落都有吗？我记得我们东海岸，我们那个部落那边好像没有人在做雕刻呢。都会有他雕刻的雕刻的目的就是为了比如说工具哪边不好，对不对哦？他就做一个像竹头柄啊，那个柄啊要削啊，要给它修整到，给它修整给它雕刻的成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形啊。对啊，像那个海湾呢，捕鹿时候，他会后面顶那边呢，他就会雕刻，然后用那个用火去烧那个铁烧了以后呢，去刻，不是做雕那个什么刀鞘啊，或是什么啊，这些都是米做对。对啊，不一定是雕刻啦，这我懂了，不一定是雕刻嘛，对，耕种的工具也都可以做啊。对啊，木头跟木头衔接起来。我问一下那个沙逼都是什么东西？是金属类的吗？有腐诺，金属类。对啊，金属类啊。我们阿美族什么时候开始会用金属、用铁这种东西啊？也是那个汉人进来以后才有的啊。是汉人吗？还是说是荷兰、西班牙还是日本？这个就不得而知呢。荷兰人。这个我就没有去研究了，这个应该在荷兰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应该就有了啦。我们阿美族好像没有发展到铁器时代哦，所以我们后来用的那些金属应该都是后来才进来的。对，进来的，像那个用石头了。对啊，像那个嘎嘎瓦山，为什么叫嘎嘎瓦山？就是那个卑南人叫阿美族来铸铁的啊。是吗？我刚刚有按我瞧，等下。嘎嘎瓦山哦。哎呀，为什么叫嘎嘎瓦山？就那个卑南族叫阿美族来制铁的时候要做工具嘛，做锄头还有刀啊。结果后来那个阿美族不愿意嘛，结果那个卑南族把它买了嘛。然后呢，过1个礼拜以后，那个
那个火种啊，就慢慢的烧起来了。结果人经过的时候，哎，那边怎么会有火？一定是有鬼，就搞我塞这样。哦，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有鬼的地方。对，是这样子来的。哎，搞我上啊。所以早期是卑南族，就是胁迫阿美族人帮他们做铁器的，那阿美族人不愿意嘛，是这个意思吗？对，然后就才有那个嘎瓦山这个名称啊。大家看到了，哎呦，有冒烟了，好像有鬼哦这样，然后去嘎瓦山呀，后来那个地方都叫嘎瓦山啊。哦，老师，他就是现在我们那个蔡中涵的字典上面的台东市的石川部落是吗？对，就是现在的石川。OK， 那里面比例都是阿美族人吗？石川部落？对，也有是呢。有讲吗？没有要往那个海边的时候。那往东海岸的时候会经过啊，那个13村啊。它那个算是在市区里面是不是？没有，已经靠近那个富冈那边了吧？哦，那怎么会在台东市？应该是在台东县才对，对不对？对 ，OK。不过他们的好，我们太远了啦，我们回来，还有什么？我再问一下，那个 week 的话，它的工具是什么？刀啊，竹子啊，黄藤啊，哎呀，沙比 week 呢？就是说，也是，它是什么样的工具？是木头吗？还是金属？沙比 week 是用手啦，去编织啦。所以竹子啊，是用手编，是不是 ？week 是用手编，对，用手编呐。哦，用手编。OK， 那米杜力也是用手编哦。对。OK，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织布，是怎么讲？织布怎么讲？米登内的内哈，的内嘛，还是的内？的内的内啦，的内。他们是有这个是吗？这样子吗？你们看一下那个蔡中涵的字典的内是不是？内织布啊，的内。你的那有人是念 midnu un 也可以哈 midnu un 也可以吗？对，的是可以讲的 un 那个什么你的内修过来是的 un 啊，你的un 你的内 un 也有哈，的 内也有，的内，你的内的内有吗？对，有两种。好，我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米的内的时候也是在下雨天吗？我不是哦，我觉得那个的内应该是在家里，你孩子在家里，那个云出来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对。OK， 因为那个你的内的那个都是在家里才有呢。哎呀，所以小白老师，你讲的米独立跟米 week 是在岛岸，然后你的内是在家里，是不是？对，大部分女孩子在做的时候都是在家里。所以老师，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米独立米 week 是男生的工作吗？大部分啦。到后来女生也会编了啊，对啊，过去的话，因为它的那个质料是竹子或是黄藤，你可以看
或是米独立干这样，男生大部分都是在打罗汉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工具嘛，要用的工具，所以都在打罗汉完整。对呀，完整的。所以米独立跟米违规这个工作是男生，然后多数的场地是在那个打罗汉里面。对对，因为什么？都是在农闲的时候，就是或者是不能工作的时间才会做编织的工作。对。哦。因为什么那个打罗汉就放那个农具的或是工具打猎的工具的地方，因为那个场域大部分都是男生的常去的地方。老师，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哦，那打罗汉是女生不能去有禁忌吗？没有哦，没有。那为什么女生不会在打罗汉里面那个米的挪位？因为我觉得那个工作，第一个是工具啊，工具也蛮大的啊。哦，你说织布的工具哦？对啊。哦。那个打罗汉很小啊，可以把那个男生的工具给它叠一叠的话，都 OK。女生那个顶位的那个又要干净又要那个，对不对？对了，他们是比较不容易，比较不容易了。哎呀，OK，对啊，这样子。好，那老师还有吗？除了编织的部分，还有雕刻。我们下雨天呢，会在打罗汉还会做什么事情？睡觉啊。都打骂。也可以的哦。打败都打骂。每日都打骂。熏烤。不过那个猎物哦，不会常常来呀。要有的话早就弄好了，只是在那边睡觉，好不好？在打罗汉睡觉。你小娃娃。你那个你书讲的4个字哈，打败，赌弟弟，或是赌大妈。是吗？对呀。打骂是猎物的意思嘛？对。就是那个米阿夫办的意思，是不是？对呀，对呀。打骂是猎物。打骂。有没有喉舌音？骂。有。打骂。骂，后面有。所以我们会在那个快下雨的时候，在打罗汉烘烤我们已经打到的猎物，是不是？对呀。都会做这样的工作了。烘烤猎物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储存啊，要准备吃也有可能啊，储存啊。所以我们的那个猎物保存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腌制，再来就是烘烤嘛，把它烤干，是不是？对呀，对呀。烘烤，然后吊在那个我们灶的上面。哦，就是烤完的时候把它挂起来，就是烤飞鱼干那个概念是一样，是不是？差不多。那我们一般那个烘烤这些猎物的放的时间可以放多久啊？有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的都已经发霉的都有啊，撒的掉在那边了。老师，那发霉可以吃吗？最好是要给它重新烤啊，再熏烤啊。哎呀。哦，就是它表面霉，那你吃还是可以吃，是这个意思吗？对对。他们还是老师只有你敢吃，其他人不行。
不会，现在的人不敢啦，以前的人都会吃啊，都会加上那个什么黄藤心呐、藤心的时候，哇，我不做了，哎，这个啦，过来这个，哎，这个呀，我单我整，对，tak kulau. 还，大古老，哎，喉咙啊，大骨头。Salos aku大古老。达诺战士，Salos 这那个食道啊，对对啊， ，Salos，哎，Salos，达诺战斗kakak Nenita，是，都古大古老，对啊，大骨头是外面看，对，看那个大古老表，是manengai no mata anu piano战士，Sanosaron。老师，你讲的打鼓浪是这个字吗？脖子，大骨头是脖子，也是喉咙的意思，是不是？对，眼睛看到的喉咙，食道是 Sanosaron。对啊，老师，你讲这个脖子跟喉咙的是，你可以整个中文讲一遍吗？我听不太懂。喉咙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刚刚老师你讲的那一段，你讲的那一段，沙罗发瘦还是沙罗发瘦吗？沙伦，哎，变诺站，中文是什么意思？吞食道，我们的食道，对。吞东西的那个，那个什么？对，里面的构造，食道。然后跟我们这个主题的连结的是有哪一层意义？可以说明一下吗？就是没有啊，没有，因为刚刚光宗老师说那个打骂会在喉咙里面嘛打杠。对。打诺站是打沙伦，哎，好，我们再回到，我听不太懂，只是解释光宗老师刚刚讲的一个字，是不是？对，跟那个云出来没有直接的关系嘛？没有了，只是在塔罗岸那边闲着没事，就讲到烤肉就要吞嘛。那是那个有一点流口水，然后会吞口水了。对啊。原来你们在讲这个，我很难理解。没有，老师，我回到正题哦，因为我们阿美族下雨的时候也会出去外面嘛，我们到外面，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采野菜啊那些，我们会做什么事情？下雨。对啊，打了我在哪年我那个稻田那边哦，就把那个也长架啊，上架也长架，就是那个就不是把那个水那个田埂变把它把那个土挖起来了，让水流出来。哇，mana angkura, tangkia. Picio hananay no Taiwan gula, fuahan gulanan. Fuah. Hai. Hai, mana ni? Nanom, mungkin mi fuah tu no. Tangkia. Rakat no nanom. Hai. 还有一个名称哦。对，fuahan kacawi，在哪？张架，好像是哦，试试看。台湾那个张架。不管它，我们先证明一下，看看有没有。你buat tu kalau makatan nanom.
是啊，就是要排水的意思嘛，对不对？对，怕那个稻田水满满。对，所以这个张甲怎么拼？张甲是不是？张甲，还试试看，我来张甲，惨了，我不知道是，N，惨，KIA，我跟你讲了哈，那个水很大的话哈，是在每一个法罩都要把那个早旺哈通掉，因为怕水太多了，那个田埂会裂掉，对，哎呀，会崩掉。对，米夫啊，都早旺no法罩了，早旺啊，那么米夫啊，我的米夫啊，那个名称叫米夫啊，李老师，等一下，你刚刚讲的杂旺是那个水田的分水岔口是？对，杂旺。你说如果下雨的水太满，那个地方会那个要堵掉啊，然后那水田这一边的那个法罩就米夫啊，米夫啊，米夫啊都早旺啥个嘛的等爱，早旺还那么。那个口啦，对啊，放水的地方，那个对，就放上面进口的地方要堵掉了，要堵掉，让它流到另外一边，就排出去了。一张稻田这样。对，不能再进入到稻田里面。进入稻田里面，那个稻子会被它被它变成弄平了啦。所以那边堵掉，然后每个法罩的早旺要把它扶啊，你扶啊都法罩了，嘛都阿塞，下雨天下太大了，你扶啊都法罩了噻。对，嘛闹古班来，这个闹，它那个水太多，嘛已经是涨行，除非是你刚插秧的，刚插秧的当然不行了。如果已经长出来，不是马闹了，就是那就是田埂呐，会崩掉啊，对，嘛不来了，嘛不来了。所以，李老师，你给我一个句子你是不是就是要把那个浮瓦的地方把它堵住？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把它打开来，更多，对。用锄头把那个土让它的口更大，这样放水的地方更大。习惯排水的地方，每一个田隙都要把它拿掉。等到没有下雨了之后呢，再把它填上去，这样子。老师，那个动作，阿美语怎么讲？那个动作？米夫啊，凿开啦。用锄头给它。浮啊对，开水门放水的意思是不是？对，下很大的雨的时候，怕会田埂会崩掉。OK， 对，还有是进口的地方，那个早旺要堵掉。你们那个早旺还那么贵啊？对，涨价。不是早旺、早雨、早。那你们那边叫早旺，我们好像叫涨价啊。台语的话，真的是只是我在找我的那个记忆里边，好像听到的是涨价啊，我很多个啦，涨价那种涨花嘛，有杂旺啊，那个蔡宗涵的字典里面有杂旺，对啊，水田的分水岔口，对啊，涨米杂旺。
这个可能那个没有种过田的没有概，像我没有种过田，我完全没有概念的这个。是早旺就是分水口啦，就前面有好几户嘛，会分出来嘛，这个叫早旺。所以李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要把早旺的那个口变大，比较早旺要堵掉，早旺要堵掉，能可以堵就堵。最大的问题是田垦这一边的田，就是每一个系的法站，每一个系要通到最后把水流掉。哦，我懂了。对，怕比如说准备撒肥料的时候，一定要把水清干嘛，所以不要把那个是，哎呀，反正就撒肥料，要撒肥料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把水稍微弄出去嘛，放掉。所以放掉的话，你就是把那个早旺那个口要挖深一点，让水流快一点，这样啊。意思就是说上面堵没有，现在种田水绝对不能流光啊，因为你流光就见底了，太阳晒出去，那个草就长出来了，你都来不及除草了。现在的水田是什么？一开始就要撒那个除草剂，然后上面流一些水变成薄膜，那就挡住了光线，草就不会长出来了。现在不能放水了，施肥料也一样的也一样，都是在这个，那就像是撒了。好，所以这个所以这个都是在下雨的那个乌云知道要下雨的时候，男生马上到水田那边去放水啊。哎呀，还有下雨的时候要该应该咩？马拉巴六没地方多弗拉。对，什么？没有家里了，马拉巴六几个姐妹会到哪一家？米地方，多弗拉，米地方多巴奈一路嘛。对，一路嘛。都轮流，马拉巴六不该应。马欧拉，因为这个欧拉好就会在外面工作了。两个情况，一个是下雨天，一个是晚上。马拉巴六不该应米地方。老师，你的拔六是换工的意思吗？对，换工啊。米地方多巴奈。所以，李老师，你的意思说，下雨天的时候，那个部落的女生会成群结队的去帮助各户里面有需要帮忙的工作，是不是？不是，是自己的，是几个。马拉维桑哎。对，马拉巴利外马拉维桑哎可能有好几组也不一定。大部分都是亲戚关系啦，不是5、6户啊。那附近的也可以啦，因为靠近你的话，来一起做也没关系啦，不一定是那个亲属啦。所以他们通常会做什么？地方春米啊，那个叫做春米，对，春米，趁这个机会春米。这个叫什么？那个怎么念？这种米地方有2种可能嘛，第一个是下雨天嘛，第一个是晚上，利用工作结束之后，如果觉得不是很累，晚上马拉巴六张啦。当然不是说整个，如果5个家的话，5个这一个晚上不可能，今天是这一家，明天是那一家这样子。所以会去做米地方的工作对。所以米地方这样看起来，以前是阿美族女生的工作。对，女生的工作。不是那个东西不是很重吗？
女生的力量够吗？有小的工具啊，有小的那个杵啊，有手的，有脚的。哎呀，而且那个杵哦，以前有的时候就用那个石头做的啊。哦，对，我有看过，对对，就那种短短的，每个女生她们会来换来换去这样啊，你累了换人啊，这样就整个晚上就倒米，哎呀，好，有时候这样像这个不一定是每个晚上啊，有时候月亮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倒米啊，那个是晚上嘛。但还有不是他们有一种菜是下雨天才有的那个，我们是这个时间吗？情人的眼泪啊。哦，那个要白天那个的，白天的下雨，那个要下雨过后呢？下雨过后了。哦，那个是下雨过后，是不是？哎呀，下雨过后了。还有哈，还有邻近的家，哦，下雨天邻近的家，妇女会聚在一起补衣服，顺便聊天。老师，你讲的补衣服是那个就是米达比斯多利达比，哎，米达比，就是衣服有破洞的时候去给它补，是这个意思吗？以前是不容易买衣服啦，破了就拿旧的衣服来补到新破洞的裤子、衣服。他们就利用下雨天会聚在一起，顺便聊天。老师，你再讲一下怎么搭？米达比是必色，后面有 D， 米达比色，补吧哈。对对对，补丁啦，对，就是补丁，对，没有错。对，这就是过去妈妈们时常做的事情。然后一面米达贝，一面聊自己的老公啊，一面聊自己家里的事情啊。哦，他们是这样子。是女生说八卦的事。对，八卦事情通通来了。哦，整个部落都知道你家发生了什么事，他家发生了什么事，都知道啊。对，八卦。广播电台啊，很多。哎呀，那我们应该会去收衣服吧？就是下雨天会收衣服啊。那以前会啊，会。米拉拜安会收啊。那你收怎么讲？怎么讲？收怎么讲？Mililong to ni Fayan ari ko. Lakbayan. Mililong to Lakbayan. Lakbay. Lakbayan hane. Mililong to Lakbayan afuloy. Ari ko. 怎么拼？米里凤哦，米里凤。米凤收衣服啊。LITONG。NG 哈，哦，有，看到了。这个哈回收是不是？对，算是收衣服嘛。那晒衣服怎么讲呢？晒衣服是lakbay。哎。巴瓦利，还能姑娘们，巴瓦利，哎，我跟你讲，巴瓦利是铺在地上的，比如说像稻子叫巴瓦利，那个lakbay是吊在竹枝、竹竿啊，什么东西叫lakbay？哎，对。哎，李老师，你这个很重要，你再讲一遍，都铺在地的叫什么？巴瓦利。它挂起来的叫lakbay。我们叫fai，我们叫fai过来这样。哦，对呀。
我们叫 Wi-Fi， 老师是这个字吗？哪一个？ Dhapay 啊 ，DAHEPAY。DAHEPAY。哎，马里盖老师，你再讲一遍。DAHEPAY。这个对不对？拉和拜，对。看巴瓦利的在地上，拉和挂起来，是不是？像晒谷子叫巴瓦利啊。对。哦。哇，第一次理解这个，所以我们一般讲晒衣服不可以用巴瓦利，对不对？一般不会这样。现在的人都通用了啦，过去是不会在一起。会分，过去的人都会分了。对。对，这两个字在蔡中涵的字典哦，是一样的概念呐。但是老师，你们的区分是米巴瓦利是比较明确，是放在地上的，晒谷子啊，晒萝卜，晒什么都放在地上的。对，巴瓦利要叫巴瓦利。挂起来的，挂起来的，对。像那个萝卜干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放在地下，有的时候放在那个阿多兰上面。那个阿多兰的上面叫什么？也是巴瓦利吗？对，都叫巴瓦利。反正放在地上的，不管是石头的，都叫巴瓦利。对。我觉得巴瓦利应该是说，我觉得巴瓦利应该是给太阳晒啊，晒衣服啊，或是晒什么给太阳晒的意思啊。哎呀，巴瓦利面向太阳嘛，巴瓦利就是面向太阳。对。然后那个面向东边呐，瓦利是东边嘛，瓦利就是面向东边的。瓦利，这两个都是晒太阳啦，喇叭它是有架子的啦，有架子挂起来，不是用架子。那我们那个一个字哈，顺便你们已经有讲这个，虽然跟主题没有关了，看到这个字，老师你们一下，中盘有一个字叫做米西亚什么意思？米西亚干是啊，它跟米巴瓦利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吗？米西亚有一点在米西亚很像，意思是说用播散开的意思了。播散开，那就应该是也是在地面上的，对不对？对呀，我们也叫你然后那个叫什么啊？用那个对，叫米古列哦，说米香叫米古列一样的道理了。米古列用那个耙子哈，用耙子是用用藤枝黄藤做的，然后这样耙。对，的古列。米古列，就是类似那个古列那个古列的意思。古列啊，那个 D 啊，古列有我看到了，古列，米古列字嘛，对 ，KOR，就是那个在翻土时候那个要把那个土翻开的时候叫米古列，是这个字哈。米古列也可以，古列翻开就是 KORIH。对。然后它的工具不一样啦，土的工具不一样，板内的工具不一样。
OK， 这大概好。老师，那我们就是谢谢老师们提供那么多跟这个主题不相干的字，不过很重要就是晒有很多种，一个是挂起来晒，一个是放在地面上晒，有不同的概念嘛。那我们等一下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云，我们如果云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反应我们继续那等一下先预告一下，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我们就会进入到那个大海跟土地老师你们在休息时间想一下，大海跟土地的大自然现象跟阿美族的反应，这样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的，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去尿尿哈。好，谢谢。甘命，等一下记得要上来哦。马里克老师，你说那个古日，那个像那个刚刚那个喇拜，还有那个古日那个部分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到那个太阳的？对，那个可以挪到那边去啊。这个是太阳出来的工作就对了，是不是 ？OK， 对，我懂你的意思。好，我把它填到那个太阳的部分，好，对，没错。会当成一个一些很久没有讲的话都可以往那边发展。OK， 对。还有我们这边的挂衣服这样five yen 不是要抖那个雨水吗？5 yen 咕哩咕。不是挂在外面啊，有那个竹子，不是把那个衣服穿那个袖子给它穿起来吗？要挂在那个竹子。竹子上面不是一件一件的吗？我们叫5 yen 咕啦哩咕这样。5 yen 这样。5 yen。地方语言了。应该是对，那都是干nyaru aja jauh kurana。对，anu nya mai kai。กันนะมั้ง nya mai。aku jauh dah。dengar aku kamu usinci kamu kira？刚好能够说了，如果我们现在都是老师，就要提供意见。你临时外aku一样的，能够没有什么，你处理过。对，anu tanah awal ni， anu tanah awal punya mereka sao， 所以kami sul kelali ko nggak kali ki maicang， tanah awal。熟了的，就那个袖口那边。对，也可以的。要穿一件一件的穿的那个啦。5 yen kelali ko， 就是抖一抖。李淑美老师，等一下你刚刚讲那个是什么字？你再讲一遍。有一拽在叫aku。刚。啊？什么？你刚讲那个字，5等我一下5这样。5 yen。在衣服啊，也一样的是。它怎么是旗帜啊？就像那个旗子一样啊。5含suku呀，旗子的意思啊。那个5就是你的衣服还有水晒着了，你5这样。是把那个衣服上面的水抖干的意思吗？对，先把它5那个衣服才会平，不是吗？我知道。顺便把它的衣服，对。所以你5的意思就是说，那衣服上面有水，你要晒之前，你会做一个就是把它要用那个有点是甩的动作嘛，对不对？对，5 yen这样子。我们是这不的。这不是牛肝。
对啊，扭干啊，扭干以后就摆多，哎，对，摆多，就抖一抖，然后就挂起来，挂在那个晒衣架那边呐。哦，isa ayaw patsufaan pauli kuli ko kasaw. Nandiyan tirahan kaayaw pahanaan patapo, panfay-fay, han itira. Balik tengah sa ayaw dia saw.依来做过大翻翻呀，那里边那个晒衣架，竹子做的有没有？大翻翻呀呐，大翻翻呀呐，还那念，哎，我晒衣架。所以每次啊，我妈妈洗完衣服的时候，都把责任家，你把它过来呢，哎，所以翻很多那里个这样，意思说要给它放到晒衣架那边呢，那个竹子做的啊。哎，我娘没在，乌来过你包里安。我们10分钟回来，你们很有精神呢。对，聊天就是那么好啊，哎。那个凯明那个晒衣架，竹子做的那个晒衣架啊，我们叫打翻样，你找找看。没有，老师没关系，翻我们这个动作有就好了，我们没有讲工具哈。那翻样就是专门晒衣服的嘛，对不对？那个架子对不对？对呀，对呀。可以啊，这样可以。先把动作翻这个动，就是衣服在晒之前甩水的动作嘛，对不对？不是，我们那边不是，是已经挂起来了，已经在到。翻呢？对，我们是这样子。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从那个洗衣机拿出来，那个还没有很干，我们用甩一甩，把它甩平的时候再挂起来，那个动作不是吗？对，翻然后过来过。他们那边是做那个甩衣服的动作，我们就翻的意思说已经挂上去了，已经晒衣服了。我们那边。所以老师，你的中文怎么讲？你翻译看看，你怎么翻中文？晒衣服啊。就是你这个翻就是晒衣服的意思，是不是？对。翻哈，一个动作是甩干了，然后把那个衣服撑开来。是。然后吊挂的时候也是撑开啊，就好像那个翻通常是那个我们是蚊帐嘛，把它张开来，让那个衣服都晒到阳光啊。我懂，就是把衣服撑开。动作了。它是甩水的动作，但是它你吊挂的时候还要撑一撑拉一拉。还有那个。然后让风吹，让风吹飘摇，歪，一风吹它就飘摇，有那个样子。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翻那个名词的话是那个旗子哦。有，刚刚翻是旗帜哈，蚊帐啊，还有打鼓的那个叫做翻嘛。对。还有那个帆船，那个帆船的那个帆布也叫翻啊。帆布，对。帆船的对，帆船的帆布也是翻。所以那个翻变成动词的话，就是甩一甩，把那个布或是衣服撑开的意思了。对，没错，这样就理解了。好了，老师，我们还有1分钟，赶快去休息，上个厕所了。好，我去尿尿一下哈。继续18分回来你们都不休息。
你们叫这衣服叫什么？对呀，你怎么挂衣服？讲你自己讲不对，你一开始都说挂衣服，摆饭本来就是晒衣服，你自己都不会解释给人家听。然后那个竹竿就打白白案，哪有人这样解释的？你要搞懂一件事情，你要先弄清楚，你自己都不会讲的那么清楚，田埂田洼你也解释不清楚。你要叫人家这些人怎么跟你沟通呢？人家都不好跟你讲。好，各位老师们，我们18分的回来了哦。那个回来，我们继续哈。好，我们回到那个云的部分呢。阿美族看到云出来的时候，会做很多事情哦。那我们刚刚那个李进信老师有提到一些概念哈，刚刚好是那个出太阳的时候会做的动作哈。我们把刚刚大家讲的词汇，我们都填回到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会做的动作嘛，包括那个晒哈，晒衣服，好多晒衣服，那真的阿美族的那个动作的词汇都分得好细哦，放在挂起来晒，在地面晒，有不同的讲法。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云的部分哦，小白老师你在吗？对，我有在。那我们继续哈，我们现在刚刚是收衣服嘛，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担心下雨，就会收衣服，那个收叫做米里弄，对不对？没有错哈，米里弄都会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面，还有吗？就是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下雨，我们还会。对，我刚刚有问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采那个叫做什么情人的眼泪，是下过雨之后才会去采哦，不是云出来的时候去采的，是下雨以后，对不对？哦，那没错，下雨之后才有，才会有，雨来菇嘛，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泡水的时候会长大，会看得比较大朵这样。那雨来菇啊，哎呀，那个叫什么情人的眼泪啊，好，头背嘛，头背。所以那个不是那个快要下雨之前的动作嘛，是下雨过后的动作嘛，对不对？对，之前的动作就都在急救啊，就在忙收这个收那个，对，不要让那个其实云出来的时候，阿美族都在做急救的动作，没有错了。对啊，大部分都是。然后真在下雨的时候没办法出去工作，那只好在达鲁安或是在家里边修补啊。对，没有。还有喝酒啊，喝酒。等一下，这个议题很重要哦。阿美族人会在，就是说云出来的时候，躲在打卢岸里面的时候，会喝酒吗？还是喝酒不是在打卢岸的动作？很少啊，以前喝酒的话，那是很难的事情啊。对啊，只是最近哦，进来的时候比较便宜嘛，那个酒，所以大家都会学着就喝酒这样啊。哎呀，我是这样子来，我是看到老人家哦，在打罗岸，比如下雨天的时候，他们会带他们的一些食物了，还有带酒都会带去了，这样在打罗岸的时候。瓦尼克老师那个以前你看到的耆老，他们会在快下雨的时候，在打罗岸附近烤火、烤肉、喝酒吗？会吗？
会，他们会。会啊。所以很享受。会带酒去啊，他们有时候会放酒在他们那个达罗安那边呢，他会放酒在他那边。所以也是会啦，就是他们也是会喝，就是会有娱乐啦。对，我们要把这个填进去吗？感觉很像不太好。不太好，money 高的啥要一个个摆以前，对啊，以前很穷哎。对啊。你那misal Afiku kurang. 还好。Fiku saya tidak ilu makku Fiku saya dah tahu an. 很贵买的。你那个好一点。只是最近的话才有这种习惯呐，这样。哎呀，以前不要了，喝酒不要了，喝酒不要，还是不要了。哎呀，还要awal kuku mana tahu antuk bah。没有见证，没有见证。对啊，应该是之后啦，我们生活比较富裕的时候，哈。对。对啊，有卖公卖局的时候才有那个酒比较好携带啊。那种状况很少了。对的，在我们部落哈，你带酒到田里是有问题。对。sekali kapan nyalo ay kumahanay. Ay. Ya matukai akatafu sanay. Ay, dosa ko tali, awak ko nitayaran. 没错，所以以前的生活比较辛苦啊，大部分都是在那边修修补补啊，阴天的时候，对啦，马俄国呀，马啥，kimul都那么啃，要不然的话，就我大陆安南来。Pupili makan ura mararamulai kira sangat tua wa, 没有啊，那个，那只是因为那个在家里的小孩子都很多嘛，所以咱们都要别野，都别墅大陆岸，然后做这些动作的话，大部分都是。平时都在做，可是他们会有一张床铺啊，比上安多哇，所以小贝老师，以前的打卢案，真的，我们以前会在打卢案弄一个床吗？是真的会这样啊？会，哎呀，有时候放东西也怕潮湿的时候啊，一定会有啦，那个叫打盖。对。那我来求证一下哦，那个小白老师说米桑亚多娃娃是真的会在打卢岸吗？这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概念？有，因为过去啊，都是大通铺，跟小孩子一起睡，老人都在一起睡，所以呢不好做事，只好到田野那个打卢岸去做了，所以孩子怎么生出来就是这样子。随便上个厕所就生孩子了。这个在部落不好讲了。如果在田里在哪里做爱，其实是阿美族的禁忌。是一种禁忌。你做爱。是在家里，你到外面那是很少，如果有也不会传染出去了。对，也不会传染，那就是没有工作。如果有那样的情形的话，可能会发生意外，这就是绑架的禁忌。所以这种有。但是不会张扬出去。我懂。这个所以比较含蓄。对你个人做不会讲出去。以前那个公寮有那个床的，是真的那个过夜的时候睡的地方，或是
刚刚那个马里盖讲的那个放那个农具用的哦，因为地很潮湿，你一定要放在上面。还有就是，其实公寮也可以是堆那个稻草用的，堆稻草，因为稻草是牛可以吃的，是这样。所以那个有关男女的那个那个是有，但是在部落不会张扬这种事，也不会在大众聊天啊，我在山上怎样，在河流怎样，都不会讲这种事。Kemudian kapay sinantimana admak。对呀，对呀。阿妹就比较含蓄了。哎呀，好，我们继续。应该就是它那个功能有多功能了，但是这些事情就比较隐晦的，就不太会讲出来。对，没有错。老师，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那个云差不多了，我们进第4个大海的部分。里亚大海。好，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各位说，我们阿美族人对于海的称呼，除了里亚，还有别种称呼方式吗？大概 tablik 浪啊。海浪是不是？对啊 ，tablik。海浪可能算是现象我把它填到下面。海浪 ，tablik。小白老师，你有看到吗？是这个字吗 ？tablik。对啊。海浪嘛，对不对？对。这个应该是现象。老师，那我问你，我们阿美族对大海的称呼只有里样，有没有别种的称法？就是有别种的说法叫 tablik， 不是，对不起，就是里样的其他种称呼。称呼吗？对，我们听到的好像都是里样。对啊，听到的里样。还有没有别？请问各位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名称啊？除了里亚里之外，还有什么？吉福丁阿里亚，还是海洋啊？都叫里亚。我看到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有那个叠字的里亚烂，就是海洋的意思，是吗？都是一片海洋嘛。所以它跟里亚有什么差别？大部分都是海啊，很广啊。如果说叙述说我们要去那个海边玩的时候，大家kami liar-liaran你知道吗？这样liar-liaran。老师，小白老师，我问你里亚跟里亚烂对你的概念来讲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一样？同一个东西，只是在讲说这个里亚烂的话是一个海域。海域。区域的域。区域。海域。里亚烂。我这边有看到那吴明义他这边的那个字典里面海，他这边是讲法佑，等一下是这样拼吗？马里盖老师，你看一下是这样拼吗？把 Yuk FA 没有克。法佑，它是用 U FAYU。U 蔡宗涵可能都不用 U 了，他都用 O 了。用 O 有吗？把 U 好像没有这个字呢。
所以老师是这个字是吴明义教授的字嘛，法佑对不对？对对，有没有红色音？没有哈。没有都没有 ，YU 后面是 YU。哎，请问现场的各位对法佑这个字熟悉吗？还是也没有听过？对呀。请问各位同学有没有这种认同吗？法佑这个名字，那个吴明义老师如果用 U 的话，它的区别概念是介词外来语。我一讲说法佑是不是日本话的海洋，我就不晓得哈。哎，因为那个吴明义老师他把外介词哈都用 U 来表示，那是介词。我们看一下日文怎么念哦，可能就知道了，可能是介词哦。日文叫做改佑，应该是啊。改佑，对了。改佑。应该是外来语。改佑，可是他这边用日文叫做凯佑，对，应该就是法佑的改佑。没有错，应该是外来语。好。对，日语叫凯佑，法佑很像啊，它那个音很接近。凯佑这样，有可能是介词，对对对。好，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那个？好像阿美族的那个海，好像我真的只有听过里亚，好像没有别的哦，印象中。对。那个我补充一下哈，那个里亚因为不同的部落哈，它的发音不同。其实都是里亚哈，它是有的变成 L， 里亚。有的是对，好几个写法有3种，有的是 Riyal， 那我们海岸的话就是 R 嘛，对，Riyal， 海洋，海，有的是 L 嘛，对不对？对，有的是用 L， 就是比较是方言别的问题哦，就是里亚那个尾巴是 L 的音哦。没有，他那个汪老师讲第一个字是 L， 是对，第一个字是 L， 第一个是 L 哈，尾巴还是 R。对，对，没有错，一样。好，这个他没有踩这个字哦。OK， 那这样子，那没关系，我们海的称呼真的很少哦。那我们来看海的现象，应该就很多了哈。Maniur， 大家都讲 Maniur， 漩涡 ，Niur 的话，看看 Maniur， 你 后面有吗？没有，漩涡吗？对呀。Aliot 不是。我看一下那个修古兰的字典哦，漩涡嘛，对不对？对，那个有漩涡。Aliot 那个很像是 Aliot， 我们这边的是人的那个头发啊。老师，我看到了，这不是 Aliot？ 对呀，Aliot 啊。Aliot。
风的那个旋转也叫 Aliut 啊，那个水的也是叫 Aliut。没有呢，我们那边我们的叫manior，那个水啊。老师，你们的叫manios 是吗？manios，对 ，Y O。我先写这个哈，我先写这个。小白老师，你再拼一次你拼给我听你的。manior。NIYOR。NIYOR。好。OR。那你用这样哈。也是漩涡的意思嘛。对，也是漩涡。老师，我们在海里面看到漩涡那么严重。对啊，那个海浪在打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漩涡啊。哦，对，没有错。对啊 ，manior， 我们都叫 manior 啦 ，W 技术，等一下你会被捡走这样。哦，对。对啊。所以 manion 跟 manius 是一样的概念，对不对？一样，应该一样。不管是形容那个龙卷风，还是在海里、水里的漩涡，都是用这个字，对不对？那个不是在海边的话，在路上的话嘛，那个龙卷风那种的，alius， 我们 alius。我刚有看到 alius。老师，你看一下这个画面，你讲的是这个字哈 ，alius， 是不是这个字？对啊，那个是飓风啊，旋风啊，所以它跟海没有关系，对不对？对，它是陆上的风，对，卷风嘛，对不对 ？OK， 好，不知道别的地方的还有没有各位同学，请讲话。还有没有？Adios， 刚刚 Adios。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各位同学，请讲话，表达意见一下。Adios，OK。老师没关系，我们用中文思考，因为没办法，那个叫做海啸怎么讲？有人会讲海啸吗？我不会呢，那个海啸。大海啸就是如果地震的时候会引起海啸，我们阿美族有这个词汇吗？大概过这 class 是吗？这 class 直接翻哦。这 class 是是什么哈？那个比如说我们那边的水啊，洪水这 class R 吗？还是 L？ D 吧。这 D 的尾巴是什么？的放洪水 The last。The last， 洪水 ，OK。老师，我问一下 ，the last 是洪水，洪水是指河造成的还是海造成的？河造成的。所以这个应该跟海没有关系，对不对？对。那如果海水暴涨，也是用这个字吗？我不知道。什么叫暴涨？就比如说那个海水倒灌呢？那就是海啸咯。那个叫海啸，就不是这都要。海啸，那海啸怎么讲？应该不能用这个啦，涨潮啦，应该说涨潮啦。涨潮才会倒灌呐。对，
啊，那个阿妹怎么讲？米人诺，人诺，哎，马人诺啊，马人诺，哎，马人诺对是我们第一个概念的，米人诺它正在长的。嗯，哦，所以这个人诺，哎，人诺，李老师对是这个字哈，马人诺是这个字哈，涨潮嘛，对不对对对对， ？OK，嗯，米人诺是我们对某一地方某一个人的话说，现在正在涨潮的时候，我说米人诺啊，你。如果是马人诺的是我们的概念呢，在涨潮了。那个还有呢，退潮呢，马格拉。刚刚有一个，我刚刚有听到有人念这个马人纳，是不是有人念这个字？马人纳，那个是抓油漆呢？不是不一定。马人纳就是会变成普遍性了，会讲说普遍性了。马人纳，比如说你的植物啦，像植物都这些东西了，会自然长，或你种在这里，它慢慢会整个都长出来了，叫马人纳。就是那个蔓延呐，对，蔓延哦，所以它比较不会形容涨潮，是不是？没有，不是。哦 ，OK， 马人诺、米人诺都可以讲说涨潮。老师，你刚刚用妈还是用咪啊？你用米人诺也可以啊。对，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说是涨潮的时间呢是马人诺。已经涨潮了，叫马人诺。如果你对某一个人说你要去海边现在刚好正在涨潮，叫米人诺阿尼尼啥？正在涨潮用咪是不是？对。OK。退潮叫马格拉吗？马格拉，我们海岸这边不叫马格拉，你们叫什么？马格拉，他说无烦恼是吧？那烦恼那个池塘的水都流干了。马格拉多啥？对啊，我们那边叫那个，我们的叫那个凯明啊，来，我在那个讯息栏有写，讯息栏可以看一下。好，讯息栏等我一下好看。我看到了。马人诺也一样退潮是马格拉。对，马拉。所以什么叫马拉？马拉就是会看到白色的石头的意思，它退了。对，马拉多沙不是马格拉，它等一下还会长啦。别人说马拉沙，那别的地方因为地方性的语言不一样嘛，马格拉我们说马格拉是池塘流干了，水都干了，叫马格拉这样。是。像我们那边的话，没有比较看到的是那个修古兰西啊，对，没有的这马格拉多。对，因为它主要的意义是说马拉那个阿拉就是看到白色的石粒啊，就水退了，看到那些石粒。所以李老师，你刚刚提到马格拉是比较是干枯的概念，是不是？对，干枯的，比如说水田啊，干啊。马格拉是吧？对啊。但是其他地方马格拉也有退潮的意思所以马格拉子那个拉子那个李老师，你再解释一遍，你说这个本身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石粒，白色的小石粒会看到的意思，会出现。水一退就出现了这些东西，所以俄拉子它本身的原意是白色的小石头，是不是？对。所以俄拉子就是白色的小石头被看到了，表示水退了嘛，对不对？对。是这个逻辑 ，OK。我比尔拉赞了，有没有那个捡贝壳的意思啊？很多人你说白色东西，有的时候是贝壳啦之类的。
哦，所以那个 alas 不一定是石头，有可能是你看到的是贝类的。对，都混杂在一起，看到了白色的东西的意思，就是老人对退潮的解释是这样。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那个真饼叫马格拉亥啊？马格拉亥好像我有问过，我不清楚，忘了呢，并不是马格拉呢，好像是因为日语的名称吧，很它跟马相近。格拉没有关系哦。对对对，没有关系，好像是因为日语的名称呐、然后把它，可能讲的比较顺一点的，就把它变成干的马格拉。哪里他们干哪里没有干啊？没有什么水池啊，那边的河流都很急啊。对，所以它这个马格拉亥跟马格拉一点关系，这个意义没有连结嘛？那个真饼部落跟哦，对对，哦，真饼哦，加真饼叫马格拉亥啊。对，马格拉，可能这个部分我们要求证一下那个马格拉亥为什么？李老师，那你知道那个海啸怎么讲吗？我们阿美族有这个字吗？没有这个字，但是有，刚刚有在那个新西兰，有鲁迪斯有，叫什么？鲁迪斯哦，这个字哦，我看一下，没有马鲁利是什么东西？马杜利斯，还有个马杜利是什么？马杜利是破浪。老师是波浪，你说大浪、大风浪？对，破浪，叫马杜利斯。老师，你说破浪是那个乘风破浪那个意思，破浪吗？可能是浪很大，对不对？然后它撑不住了，就变成白色的，不是吗？就是白色的叫破浪。老师，我懂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浪打到岸边之后，它本来很大，后来因为靠了岸之后，它这个浪就碎掉了，就是那个概念。不是，它还没有到岸边，它因为浪太大了，它这样弯垂下来就变成白色的，已经会那个叫破浪嘛。那个就叫鲁利斯，是不是？马杜利斯啊，杜利斯哦。对，杜利斯，对，马杜利斯。没关系，那个等一下哈，老师，我们先看那个鲁利斯，等一下杜利斯我们再讲。那鲁利斯的意思是起大风浪，跟那个什么海啸是一样的概念吗？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东西，也许是嘛，也许是了，浪大嘛，浪大然后就破掉了，可能是意思是在这里。所以老师，你那边因为你是海岸线的嘛，那你们讲鲁利斯的时候是指什么意思？马杜利斯就是杜利斯，它意思是老师不是挖了一层的意思啊。老师不是都哦，是鲁利斯。那海岸线的鲁利斯是怎么形容？什么意思？鲁利斯我是不知道了，杜利斯有。都老师，你那边是都嘛？好，老师，我们改成现在改你的哈，用都。杜利斯，马杜利斯，好像没有这个字，我看一下。杜利斯。老师，那个马人刃是什么？算是应该是。有先写哈，独立词。这样，马人刃常常听到那个。哎呀。马人刃，很像。对。好像那个水慢慢的涨到把人淹没，这样哦，整个部落。
哎，好像是这样，海啸马人认吗？那个那个风大浪大声音大叫马哼哼，马很哼热啊，马哼哼跟马人认，马哼哼都过里尔，那个是跟风大浪大声大的状况，马哼哼。哦，有，很横，有看到了。在气象不好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哼哼。哎，这个跟我们的那个马哼哼大道它是用同样的字吗？发音很像，可是那是人名。OK， 马哼哼是一个老头目，马兰的老头目的名字，对，纪念他叫马哼哼。马哼哼就是海风大浪大，声音也大，特别是要台风的时候，都叫马哼哼的古里尔。马哼哼的有声音的，这样。台风的前兆了，浪大，声音也大。对，马哼哼的古里尔。那这个就是台风前的那个风大浪大的声音嘛，对不对？马哼哼。前兆，前中后都算。前中后都算。好，那个吕淑梅老师，你刚提到的那个，你在马人认，这个怎么国语怎么形容了？马人认都过年了，这样子吗？马人认有呢，可是他这个是火势烧得很大的时候叫马人认呢。那是对啊，马人认，对。没有他人认，他的意思可能是 L 吧 ，L， 马人认 ，L-E-N，马人认，呢，马人认，洪水啊，马人认洪水啊，是不是这个？那个对，洪水啊，是这个哈。对。好，我同样的问题，我问一下，马人认是指河水的洪水，还是海水泛滥？应该是这海水哦。这个等于是怎么样？灌满了水的意思，可能是海水啊。海水哈。所以它是指的是海的哈。对，它是指海。如果是努阿鲁爱是马兹拉斯。那马兹拉斯他在行动的时候很急，叫马兹拉斯，这个人已经是满了啦。马兹拉是河边。对，马兹拉是河边。马人认才是海边。洪水已经灌满了水了啦。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海水泛滥可以吗？对，等于是水灾了啦。马人认，对。那河边的应该是对呢，河边马兹拉塞过阿路是。对啊。所以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如果要形容那个什么，那个以前的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诺亚方舟的时候，你会用人认这个字，对不对？对，会用人认，对，马人认。OK， 那应该就是海水了。如果诺亚方舟是用马人认的话，就是海水。大水灾嘛，大水灾。对。那个河边的话，就放洪水也是一样，马兹拉斯，有，我现在就这个字嘛哈，答案古这个就是指河水的暴涨嘛，河水嘛。对，没错。还有吗？还有，阿我了，什么意思？很深了，很深，阿我了。
啊，我了，怎么拼？老师你念起来，我那个你念的声音，我真的耳朵听不懂啊。啊 NGO NGO NGOL ANGOL 还有一个 A 哈，很厉害哦。ANGOL 我了，哦，生的是不是这个？我看到真的对生啊，是这个哈。哎，老师，你是指海水很深用这个字吗？对呀，OK OK，过量了，很深啊。很浅的话呢，叫班大。班大哦，浅叫班大，深叫阿乌了，哎，反大爱是不是要有爱？哎，反大爱，反大就好啦。班大是哦，反大爱是反大是浅又浅的意思，反大只是又很浅。班对，大大爱，没有 H 啊，反大 TAN T 啊，班大哦 OK， 班大，也有 NG 的，也有没有 NG 的，好。哎，老师59分了哈，小白老师帮我们收尾一下我们今天的会议，很快，时间一下就到了。好了，下个礼拜继续了这个。aray kita mamin masaswal itu no mita tu amis tatirilen hao，真的很感谢大家。我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成为我们的要用这个我们阿美族要用的教材之类的，所以kita sa upo kita to kafanaan na sa ita para no wapingin ta ni fai nga ai sakara fanaan no kamamangay 小孩子要用的教材，好不好？以上是长安都kunamo kufute talati aray， aray。Alright.